設有分段收費。第一站係城門隧道轉車站。The next stop is Shinmun Tunnel Bus Interchange. 站是城门隧道转车站。而家只要登記成為 Club 1933會員，每次坐九巴或龍運都會自動儲積分，積分可以用嚟換 eCoin，坐九巴或龍運時俾車費。如果你已經係 Club 1933會員，快啲登入 App 1933睇下儲咗幾多積分啦！